圓房破碎的心，前奏轉音樂4個8，前舞3個8加4，第一段4個8，有一個間奏8拍，都會喺6點鐘重現嘅。好啦 ，restart 有2次，一次喺9點鐘4拍之後 restart， 一次喺3點鐘做28拍，翻嚟12點就 restart。好，而家講前舞，開右腳，右拼嘅時拍向右上，拍左拍，左邊重做，左拼左拍向左邊拍，右拍。好，第3個拍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按4拍，1、2、3、4。以上就係前舞3個8加4。好，第一段就係4個8，第一個8點收，前踏後踏。第二個8係試下拎起左腳，橫叉叉，後前橫後轉踢開，跟住我哋拍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就踏點轉2、3、4，喺3邊重用嗰4個8。好，喺6點鐘做個間奏咧，我哋做嗰8拍，就係開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喺9點鐘嗰個 restart 就係當我哋做第一段嗰4拍，點收之後咧，我哋繼續開住嗰4個8。好，喺3點鐘做28拍，做完之後咧就翻到去12點就 restart 做28拍，就係做到邊度咧？就係做到踏點就再點收啦嚇。好，跟住 ending 就喺6點做嗰4拍，做完之後 ending 咧，我哋有左手擺喺度擺嗰個槍嘅 pose。咁我哋嘅4拍就係行2、3、4，呢個就係 ending。